你好，我現在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單位係上虞嘅中層嘅私室，實用面積170尺，戶型係開放式單位。一入嚟係開放式廚房，另外一邊就係洗手間，過嚟一個長方形嘅活動空間，樓體相當高。沿住露台行出嚟，呢邊望到一線海景，比較開揚。而正對面就係寫字樓，下邊橫街比較清靜。開放式廚房、洗衣機、雪櫃、爐頭、星盤設備齊全，而呢邊就係洗手間、shower 位置、洗手盆。